新手港客返中山買二手樓，最驚唔係買貴少少，而係前期冇查清楚落訂之後，先發現一大堆嘅問題。今日呢條片我一次性同大家講清楚，香港人返中山買二手樓最容易踩嘅5個致命大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二手樓最大嘅優勢就係地段成熟，配套實景可見，但同時二手樓嘅風險都係最細碎、最容易忽略㗎。第一個坑就係只係睇掛牌價，冇計真實落地嘅總成本。掛牌價絕對唔等於你最終要俾出嚟嘅現金總價。除咗房款本身，仲有一大堆隱性成本要提前計足，收樓翻新費、家私家電嘅更換費，仲有拖欠物業費、車位管理費、房屋維修基金等等零散嘅使費。呢度我重點提醒一下港客，最容易忽略嘅就係銀行評估價嘅陷阱。二手樓貸款唔係話按你同業主成交價嚟計算，而係按銀行評估價嚟批額度。舉一個好真實嘅例子，你成交價係100萬，但銀行評估只係做到80萬，貸款就會按80萬去批。推薦俾你嘅避坑方法就係落地之前一定要整理一份完整落地成本表，逐項去列明翻房屋成交價、各項稅費、中介費、銀行預估嘅一個評估價、可以貸款嘅額度、實際首付差額、翻新預算，計清楚總賬先去落訂。第二個大坑就係未查清楚產權就心急落訂鎖房。落訂之前必須要核實翻8項核心產權信息。產權證嘅真偽、業主真實嘅權屬人、所有共有人係咪同意出售、房屋有冇銀行抵押、有冇司法查封、有冇交易限制、業主貸款係咪結清、可唔可以正常過戶。推薦你以下嘅自查方法：第一，要求業主出示完整不動產權證原件核對；第二，通過中山市不動產登記公眾號、中山政務服務窗口或者正規嘅中介協助，官方線上查檔、核實抵押、查封、交易限制。第三個坑就係唔買咗單純老化型舊盤。住得難受，日後又難出手。其實二手房唔係舊就差，關鍵係成熟資源類舊盤定係單純老化舊盤。成熟資源類嘅舊盤雖然有一定嘅樓齡，但地段成熟、配套齊全、本地人認可、入住率高、長期有剛需承接、流通性穩定，好適合退休自住。而單純嘅老化型舊盤就真係得個平字。買二手樓之前一定要做小區全面嘅體檢，唔好就係睇屋裏面嘅裝修靚唔靚，屋裏面可以翻修，但成個小區嘅硬件老化、物業差、人氣低，係你永遠都改變唔到嘅硬傷。第四個大坑就係只係白天睇樓，冇夜間實地去覆盤。白天可以睇採光、朝向、樓距、路面情況、周邊配套係咪真實存在。夜晚可以觀察小區嘅亮燈情況、真實嘅入住人氣、街區熱唔熱鬧、治安氛圍、夜宵嘅噪音、人流雜亂程度等等。深水房源呢，就必須要睇3次，白天一次睇硬件，夜晚一次睇人氣，週末一次睇真實生活狀態。第5個大坑就係只係諗住自住，完全忽略咗未來嘅流通性。我好理解呢個諗法，但買樓係大額資產，未來隨時都有變數。返香港定居啊，身體變化、子女嘅安排、套現周轉都有可能買屋。所以買二手樓嘅時候，絕對唔可以就係睇自己中意，一定要再睇一下市場嘅認可度。港客買二手樓必須要提前核實5個流通性核心嘅問題。第一，點樣查中山本地人認唔認可呢個小區？自查方法就係打
打開主流嘅房產 APP 去查詢翻小區近半年真實嘅成交記錄。如果每個月都有穩定成交，戶型價格平穩，代表咗本地人認可度高。第二，點樣查戶型係咪市場嘅主流？自查嘅方法就係直接篩選翻同個小區近期成交戶型。如果成交得最多嘅係你嘅3房戶型，代表嘅係剛需主流，最好出手。第三，點樣查同小區放盤量多唔多，競爭大唔大？自查嘅方法就係房產 APP 篩選對應嘅小區，睇在售嘅放盤總數。如果一個小區幾百套放盤，成街都係同款3房，代表咗房源嚴重過剩。第四，點樣判斷未來接盤客係邊一類人呢？自查嘅方法就係結合翻小區嘅地段配套、戶型綜合判斷，周邊有學校、市場、社區配套，成交以本地剛需家庭為主，就係穩陣盤。最後整體總結翻：第一，先查產權，杜絕過戶嘅風險；第二，計總賬，避免稅費首付超咗你嘅預算；第三，檢查小區嘅硬件，避開老化廢盤；第四，晝夜實地睇樓，確認生活嘅氛圍；第五，就係核實流通性，保證日後隨時都可以轉手。二手樓最大嘅優勢係確定性，配套、人氣、地段全部都可以眼見為實，但最大嘅風險就係細節繁多，一步錯就步步錯啦。如果你準備翻終身買二手樓，唔識得點樣去辨別小區嘅優劣，唔知道邊啲房源容易中伏，想避坑揾流通性好嘅盤，可以 WhatsApp 私信我會根據你嘅預算、退休時間、生活習慣，幫你篩選最適合你嘅退休自住方案。我係 Josie， 希望今日分享嘅內容可以幫到每一位翻中山置業嘅香港朋友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，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